趕緊來看這條新聞，有影是足恐怖的。這中科院今仔日透早呢，佇屏東的九平基地做火箭測試，想袂到呢，這火箭發射無偌久，煞佇咧空中滑向，最後落佇咧附近的山頂。中科院表示講，因為軌道發生各樣有緊急啟動自我燒毀，才會摔落來，加在是無人着傷。哇！失誤，完了！哇！村莊。村民緊張大聲喊，看到像飛彈的物件畫出一條白煙，後來像咖喱仔風慢慢對山頭落落去。另一個角度看，伊落地了後無爆炸，不過山頭規個攏衝起白煙，原來是因為中科院做火箭試射發生異常，造成玉海附近村民心驚驚。現在陣吼，我要較近啦吼，這震動偌濟咧，我都趕緊出來啦。出來時，我沉定來啊。的幸好是沒有落在部落了。他落到棺材也是應該在他們的在基地的裡面了。不要等我們問了哈，希望有什麼狀況你一定要先通知我。中科院的回應原本是19透早6點要做衛星火箭的試射，規劃飛行路線是愛對海去，卻因為火箭軌道發生異常，中科院趕緊啟動自毀裝置，想袂到火箭直接翻頭，落地附近的山頭，好佳在無造成任何傷亡。屏東縣政府緊急發出聲明：中科院應該立即調查，並且對外完整的說明。第2點，未查明事故的原因前，應該要暫停試射。第3點，也請中科院重新檢視發射的作業程序以及修正方向，以避開居民的聚落。屏東縣府呼籲九平基地佇事故原因調查清楚進前，中科院要全面停止所有試射，重新檢視現行發射作業定序，避免再發生意外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